要过年咯，最近天气真稳定，所以菜市供货量嘛是真稳定。来看西螺果菜市场即马菜价大批发价1公斤是25块，算是真俗咯。也毋过猪排价格嘛是个真悬。一箱一箱的高丽菜，开车载来到西螺果菜市场准备交货。最近天气稳定，本地高丽菜货量有足，再加上叶菜类开始栽种，西螺果菜市场逐天的进货量弄到超过1000吨，平均菜价每公斤25块，价小稳定。因为即马天气拢10几度咱平地的这高丽菜它包得扎实，就是电壳壳，内底佫包的未开花啦，到货量又很多了。云林的护根的状况其实最近都非常的好，所以最近的菜的供应也无虞啦。那也是这时候吃菜是最好的时候。云林县农处表示，去年下半年因为连续咧扫风台，各地批发市场菜价每公斤拢起到50块以上，目前已经佫落落来。不过过年期间，猪肉的需求量大，各地猪仔拍袂计销，每公斤已经起到超过100块。我们都有稳定的出租，然后猪农也非常的配合，然后甚至这个成交商也都有因应他们的需求量在采购，所以在这个过年期间的供应量没有问题啊，甚至在过年节后，我们也已经有跟这个猪农还有成交单位这边来做一个沟通。云林肉品市场表示，为了应付过年猪肉的需求，平常时逐天拍卖2400只，最近是有增加到3200只，和价格维持伫每公斤95块左右。虽然相关单位有搁尽量增加猪仔的数量，不过猪肉价格依然是降袂落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